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心只爱你一个。坤嫂，好啊！我听阿乔阿讲吼，阿海去台北找阿梅甲梅啊。晓啦。你哪会好气啦？但我一直甲你讲安尼，应该讲的我也讲，啊不应该讲的我也讲，我搁甲你拜托安尼，想要到你，哎，阿梅搁较安怎讲哦，嘛是阮海的某啊，阮海要找倒转来，我哪迄理由甲主动啦？所以你就是暗算我互阿海甲阿梅离婚就对啦。啊，阮阿巧啊吼，将基尾来孤单一世人啊，对无？我知吼，我真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阿巧啊啦。要毋过我这做老爸，袂用互阮海无一个最后机会啊。但是吼，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啦。阮海倒转来时，我会互你一个交代啦。安尼就爱看阮阿巧啊，看有迄个命无啦。规日吼，拆散阿海啊因翁仔某的这个罪名，阮阿巧啊是受当袂起。你互恁囝最后一遍的机会，嘛是我互恁平家最后一遍的机会。王啊，你千万唔通互我歹做人嘿！我知影啦，你放心啦，无论安怎吼，我拢袂互恁阿巧受到委屈啦。王伯啊，你哪拢伫点点爱讲话啦？你身体无爽快哦？无啦，我是咧讲，想阿巧，也无啥物代志啊。原来阿妈，你较早转休困的啊。王伯啊，你咧烦恼阿海啊？讲到即个阿海啊吼，实在有够闹气的啦！去台北去遮济工啊，想找着阿妹也是无找着，嘛应该倒转来讲一下。王伯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阿海哦会找着阿梅，甲伊带转来啦。哦，你若讲啊遮尔肯定啊？阿梅人遐尔好呢，
迄天公伯啊，袂互伊一个人伫外口流浪啦，嗯。哈，阿海啊，找了安怎哈？我都无拄着阿妹。啥？无拄着阿梅。阿海啊，你什么意思啦？啊，你是根本就无找着阿梅，啊是？无拄着就无拄着，莫问啊啦。阿海啊！哈，这是。你的空喙吼已经加好真济啊，应该袂搁再恶化啦。老医师，歹势吼，甲你添这么济麻烦。你莫甲我客气啦，阿妹，顶摆我甲你讲，叫你留在遮做护士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甲恁阿兄绝对无关系。你是个真优秀的护士，我是诚心诚意要请你留落来。永美，哎，先生，永伟啊，巴豆腰啊吼，阮传一个吼，小，甲你报一个，好吃呢。啊，你哪好意思？哪有要紧啦？袂啦，这你爱食啥？啊，凊彩传几项啦。排骨啦，3层啦。这对你的空喙上好啊，鲈鱼呢？对啦，食一个较爽的，长一个较饱，看心情会较好袂？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讲的是摆较直接会使无啦？你点啦？水无，你就知我还蛮讲话啊。阿妹啊，歹势啦，我叫你长较饱哦，我无歹意啦。啊，无歹意嘛，无一定是好意啊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啊，大家都明明啊是好意，啊，有人我大字搁兴气啊，还蛮讲的，不管要煞变歹。啊，你是出去要来咁吐槽的哦？唔是，我是出死要来互你拍。好啦，啊，两个食到这么过火啊！来啦，食啦。啊无，恁豆我干啦，我搁要来去顺便。好啦，好，多谢，多谢哈，多谢。我做歹势呢，恁大家拢来看我，这心肝底足感动。啊，等咱敢若家己咧，你安尼讲甲你袂出生份人，免客气，趁烧紧食。对啦。好，多谢哈。好食呢。阿妹啊，你虽然这回无见到阿海啊，啊，你心内做啥物准备啊？哎呦，你讲的遐就紧摆讲，你是袂用的，啊，你讲的我。点啊！恁规阵嘛咧奇怪，啊，恁心内爱知影代志，规阵咪唔敢开嘴。啊，我做医生，我做电视鬼，无要安怎？你听你是你歹势讲你嘛头家啦，其实我知影大家拢是咧关心我。是啦，阿妹啊，阮是想讲哦，啊，这阿海为遐尼远的所在走来找你，这尔啊甘心，一定哦是足希望你会当转去啊。嘿啦。其实哦，我嘛做想要转去阮厝里看阮兜的人，尤其是阿海来找我了，我更加想要转去。不过，我阁惊迄调查局人去找阮大官甲阿海啊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唔是我爱讲你呢，你干那会晓替别人想？啊，别人的心肝内到底伫咧想啥？你敢知影？就替阿海来讲啦，伊一定嘛知影找你转去，都要去面对调查局遐个人的压力。啊，不过伊赶快是唔惊，赶快来找你啊！安尼哦，唔就是表示讲哦，将来不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伊拢愿意去承担。啊，只安尼讲就对啦。有啦。嘿啦，强妹啊，你唔通安尼万项代志拢你要家己担当，你嘛着要留一下空棚，互人要替你出力的人哦，出点仔力。啊，若无哦，遐个人就较袂输无路用人啊咧。对啦，阿妹啊，你甲阿海哦是翁仔某，翁仔某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啊。你替阿海设想，阿海这个做翁的嘛会替你分担一寡啊。这是阿海对你的情谊，嘛是恁做翁仔某的情分啊。嘿喏，那调查局的哦，咱免甲惊，台湾的法律千万条哦，要用家己瞧。按照钱仔大我开了代志滴，参咧关区的啊。哈，三大领甲送去哦，有当时也带去送一个，啊，过年包一个红包较大的咧。我咧做三手的，看到我看到那兄弟仔咧，无爱吵我，连抓嘛不会甲抓，对不对？无你问伊。无唔对，
啊是讲咱若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咱就惊人找麻烦啊。话佫讲倒转来，你甲恁翁甲恁大官三个人若共心，咱就惊遐人咧，对无？对啦，莫讲我这个做好朋友啊无意思啊，我陪你做伙来转啦。你唔敢讲的，歹势讲的，拢总我替你讲。我嘛听你，阮这个某免费招你，永远免害我紧。哦，啊，你敢袂听上？有。水。三真的感谢多谢谢，多谢你。伊若变去啊，哎呀，我知影你心情无好啦，但毋过吼，我也是爱问啦。其实你有去找着阿妹啊，对无？你莫啊，接头啊摇来摇去，啊动来动去，我看无啦。规矩吼，你甲我讲一下清楚咧，好无？是啊，我是有去拄着村长啊，但是我无拄着阿梅啊，所以我毋才先回来。哦，不过至少我知影阿梅会去找村长啊，而且村长嘛有甲我答应啊，若万一阿梅去找伊的时阵，伊会随甲我联络。哦，安尼啊。是阿爸，所以你放心啦，后摆我若去台北的时阵哦。我一定会甲阿妹带转来，我一定会互咱规家伙仔团圆的。洗来洗去，你洗恁拢啊！是安怎啊？哎，遐济遐济啦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代志咧啦。我知影吼，你会唔愿啦，啊，其实我也唔愿啦。要毋过代志无安尼做都袂用的啦。我吼会对人无法度交代啦。遐尼严重？无，所以你讲啊，我来替你解决嘛。有影，就是阿乔因老母吼，是希望讲你会当来带阿乔来做咱平家媳妇啦。你是头壳歹去哦！你遮咧头壳歹啦，去台北遐济工，拢找无人。你敢知恁爸吼为着你遐烦恼到袂食袂困的？唉，其实哦，咱爸仔囝吼心内真清楚啦。那依照阿妹仔个性，当初伊要离开咱平家，就算讲你即马吼会当找到阿妹仔啦，伊嘛无可能会让你倒转转来啦。所以海啊，为着医生啊，为着咱平家，我希望你吼赶紧甲阿妹仔放袂记哩啦。啊，上好找一个机会哦，甲伊离缘啦。这哪有可能啦？阿爸，迄别人若安尼讲，迄就准拄煞。你是阿妹的阿爸呢？阿妹对你遐好，对咱皮家嘛遐尼好，这你上清楚的啊。咱皮家甲伊逼走，已经对伊足失礼啊。咱即马讲要甲伊安尼对待，安尼敢对？我知阿妹仔是一个好媳妇啦，要毋过即马代志吼，无甲遮尔复杂。就算讲阿妹仔有迄个心啦，伊嘛无法度留在要咱平家啦。我当然会烦恼啊，烦恼囡仔无人好照顾啊。假使阿妹仔伊会当安尼久久长长，踮咧囡仔身躯边，安尼是上好啦。要毋过伊即项有苦衷啊，你毋通怪阿爸吼，会安尼想，会安尼做啦。我有讲过，我会甲阿妹带转来，不管有啥物顾虑，我就会甲伊带转来嘛。
啊是要等偌久啦？哈，啊囡仔一工一工啊在大，伊是袂堪要等的咧。搁再讲啦，阿 Q 啊，逐工踮咱遮出出入入啦，咱敢有迄资格啊？搁继续安尼共糟蹋落去？因老母吼，我就对我讲哦，叫我吼爱好一个交代。啊，你敢知影？我拄着因老母，我是见笑到我都毋知要。啊，不管你安怎讲啦，反正我绝对袂甲阿妹离婚的啦。对伊个大声想要创啥啦？你插落去声啊啦！哎呀，阿爸哦是当体谅你哦对阿妹的感情啦。要不过你是日生啊的老爸咧，啊你嘛要小为着恁囝安尼小设想一下。阿爸，就因为我是囡仔的老爸，阿妹是囡仔的亲生老母，所以我毋则袂使答应啊。当初我咧结婚的时阵，我就捌手抓过。我一世人要好好甲伊疼惜，好好甲伊保护。我做袂到无大气，我怎要甲伊放杀？阿爸，我真正若安尼做，以后日子我是要安怎面对我家己咧？哎呀，我袂听你讲。哎呀！春姐，你等下。心情无好，常常还出去行行。春姐，咱来客厅坐一下啦。安怎？你搁想要骂我？搁想要拍我是无？无啦，我是有一寡代志哦，想要甲你讲一下啦。行啦，咱来客厅啦，哦。你小代志，我哩没得。春姐，人讲手机屈一无屈出。照讲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我这个做阿兄拢爱替你到底才对。所以进前你甲我讲的话，我拢信信是，毋捌怀疑过。也毋过这几啊吼，我发现讲有一寡代志你拢无老实甲我讲。你是讲我有代志在骗你？我知影，一定是阿妹甲你讲啥吼？阿妹搁伫咧你的面头前，假可怜，流目屎啊是无？伊毋是甲我讲，伊是甲你讲的。今日咧头家遐恁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也毋过老实讲，我听甲无啥啥。毋那你讲的阿梅，从我看到阿梅无共款，就连你甲我讲的大家，也就是阿梅老母，嘛敢若无共款一个人。所以今阿兄一定爱甲你问一个清楚，到底是安怎人林家哪会甲你赶出来？你爱老实甲阿兄讲，袂用甲阿兄讲白差哩。是你无想要讲，或者是你根本唔敢讲。我听阿妹讲，你参恁大家之间有误会，就算讲有误会嘛，就爱解释。就算讲解释袂清楚，你嘛就爱甲我这个做阿兄的讲。阿兄搁较安那无才调、无路用，我嘛会去讨一个公道转来。阿兄，你莫搁讲啊！我求你莫搁讲啊！啊无，你敢真正有做对不起林家的代志？哈，春潮啊，你坦白甲阿兄讲，你到底有做啥物代志？甲阿兄讲，甲阿兄讲，听到无？好啦，我讲啊！我做着一份秘密的物件，但是阮等后父嘛，常常叫伊找到迄物件，拢是因为我讲的啦。我原本也无想过，代志会变成安尼啊！
拢是调查叫人害的啦。无出做啥代志，嘛唔捌甲我讲过，我嘛唔知伊到底带啥物物件伫内底啊。我原本想讲，我会当害当三工，互伊脱罪啦。啊，毋过第倒去害着伊。我敢若是一个查某人，我啥物嘛唔捌，我敢若毋茫讲，我的翁婿会当互我疼惜，我家规家伙仔会当平安顺时，爱就有够啊。啊，毋过谁知影，迄几条我纸就互无剩定罪啊，啊，有快落来，害我一世人就要排着害死无出的罪名啦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阮是无人会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莫怪，我爸爸常常爱看你半暝啊困到暗哩。毋是啊，你规身流皮皮喘，就是啊哪困哪哭，哭甲真凄惨。你敢知我这做阿兄看了偌唔甘嘞？哎呀，今日天公伯互我报应，伊知影我无出，伊知影无出根本就无爱过我，所以要互我安排我杀死伊。无啦无啦，春条啊，春条，你莫搁讲啊，你莫搁讲啊，莫爱搁讲啊，莫搁讲。无啦，你唔通我白想啦，哦。哎呦，唔知你安心肝落遐大委屈，惊有啊生一个嘴皮，哎呀实在是真不应该，哎呀是一来对你真歹势。先坐一下啦，哦。讲实在的，阿爷嘛唔知影要安怎安慰你，但是嘛无寸不行，就来过身去啊！啊，你的囡仔阁无法度伫你身躯边，这一连串的不幸，阿爷嘛真艰苦。也毋过你嘛袂用因为着安尼来失去一个上好的朋友。啊，无剩的代志哦。人阿妹嘛无怪你，还阁伊支手啦，伊支手的母干呢，嘛是你爷家倒去共毁掉，你知影？我听你讲哦，伊即摆去入院，嘛是因为伊的空喙也袂好，啊身躯阁长半点，而且孤不二中，走去做抢劫工。你敢知影？伊的空喙啊硬浸水浸到翻肚，但你对人安尼啦。人也无怨叹你，还阁你讲，伊对你存心不良。阿妹啊，真正对你存心不良，因爱着遐艰苦，对无？听遐苦劝一个，阿兄当来台北遐久啊，朋友我看真多，朋友是百款，参阿妹这款朋友实在有够好的好啊，无底找啊啦。你讲是对吗？枕头贴悬悬。好啊，想看卖，是毋是要好啊珍惜？学姐，一定要好好保重，你绝对要好好保重哦。阿妹啊，毋是囡仔人啊，而且还阁有我陪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我毋是烦恼啦，我只是唔甘啊。好啊啦，啊看你安尼要哭要啼的，袂输敢那十八相送嘞。阿舅多谢你吼，这段时间家早有你甲我照顾，啊我即马无伫，你嘛要家己照顾家己哦。我知啦，我只是以后吼，像我一个人咧对付遮老妖怪呢，安尼吼我速度就搁变大滚啊！学姐，你要等去台南吗？无啦，我还先来树顶遐一撮，我有朋友住伫遐，我嘛有代志要去遐办。阿妹，我祝福，祝你一路顺吼，
平安回去到故乡。老医师，多谢你吼。当初若毋是你甲我收你，我阁毋知影要去倒位咧。你这个人情，我毋知影要报答你才好。哎呦，讲什么报答啦？只要你过得快乐，就是对我上好的报答啦。你会记，以后若有任何困难，我欢迎你随时来找我。老医师，多谢你。啊无，老医师，阮先来走啊哈。我先来走。水姐，阿娇啊，你家己要保重，知影无？哈。你嘛爱保重哦。姐姐。这毋知有倒一个叫做天王同我人无？天王哦，我是知的。因翁叫做詹明义啦。对对。啊，你有听过无？唔捌听过。哎，多谢吼。多谢啦。我上歹势吼，咱借问者，你捌听过天王侯这个人无？唔捌嘞。詹明义，你有听过无？唔捌啊。多谢吼。多谢。好。我来借问者吼，你捌听过天王侯这个人无？詹明义，你有听过无？多谢吼。你跟我聊两年。头家，咱遮借问的吼，你捌听过张王毛这个人无？唔捌。詹明义咧。捌听过。多谢吼。多谢啦。因敢真正住伫咧遮，哪会拢找无啦？我嘛唔知影呢，无咱头前问看觅无。好啦。我看我书班傻瓜吧。多谢啦，多谢啦，多谢啦吼。阿妹啊，你已经尽力啊啦，唔通搁艰苦啊吼。是我咧做吼，毋是为了救家己心安尼。我若想我难听，啊，搁阿姨迄阵兄弟咧牺牲，我就感觉我有这责任，要照顾因保护。吼，这个凶手啊，讲了一点仔都无唔对啦。你甲一般人哦，无共款啦，哈。我，都会无共款啦。好啦，共款啦。阿妹啊，时间无早呢，咱紧去赶夜车，明仔载透早到医院到台南吗？啊，对吼，好啊，好行。我去，多谢。遐济遐济。王啊，我听讲阿海转来信。我就为这件代志要来找你啦。阿海有拄到阿梅无？啊，你有甲讲你的代志无？嘿，你念伊点头念摇头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讲啊！我甲阮海也讲啦，啊，毋过阮海就足固执的。啊！我讲话这边听，这边出去。啥？你今仔日专工来，就是要叫我看破是无？你讲你若海固执，啊，阮若扣啊注定爱吃亏，这就是恁平家的生意是无？毋是安尼啦，啊，我嘛真希望讲吼，啊，扣会当来做阮平家的新妇。也毋过阮海即马对这离的代志真反对啦，即马我逼咧到地方行吼，食紧拢破碗啦。也无你的意思到底是安怎？你搁花一阵仔时间嘛？哦，爱等就对。好啊，等偌久？等一天？等一年？也是等100年？凭良心讲，阮若扣敢等无够久是无？这款代志若愈拖愈久，对阮查某人来讲是愈吃亏，你知无？我知影阮平家真对不起阿扣啊。王啊！这件代志，千万都爱拜托啦！我求你，你莫安尼糟蹋阮阿乔的青春，好无？
安怎？你咧烦恼阿妹哦？一工无找着阿妹，我心内就一直袂安尼。啊，毋过，哪最近代志安尼一件一件来发生？啊，阁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就阮阿爸爱我离婚啊！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啊，就阮阿爸爱我离婚啊！我知影。你知影？啊，你的决定咧？我当然嘛拒绝啦。安尼就好啊！你甲阿妹的感情吼，遐尔啊好，本来就无应该离婚啊！啊，你搁咧烦恼啥？是啦，因为我感觉吼，规件代志上对不起的人是你啊。嗨呀，你莫安尼想啦！啊，感情的代志吼，哪有啥物人对不起啥物人的啦？毋是啦，你为阮皮甲安尼无代无志斗相共遐济，讲真诶吼，我毋是讲毋知影你的心意啦，但是我就足无路用诶，我无法度接受你的心意，我一直需要你的斗相共，我知影我安尼足自私诶，毋过。啊海啊，我希望吼你会当会记得，千万毋通互我变成吼你心内的负担。我介意平价，介意立新这个囡仔，有一部分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，啊有一部分是因为阿妹伊拜托我，啊我嘛答应阿妹啊。我只是感觉讲吼，人的一生会当圆满，毋是讲咱家己会当得到啥物，应该是吼。咱会当为别人付出啥物啊？阿 Q 啊，你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呢。但是遐好的查某囡仔，应该有一个足好的归宿才对咧。我知影你捌讲过，你这世人无想要结婚，但是你哪会使爱对待你家己，对待你阿母咧？我真正吼足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好好找一个爱你的人。结婚生囝，这是每一个人拢爱追求的幸福人生啊！阿 Q 啊，真正我足希望讲哦，你会当好好把握你家己的幸福的。你是咧赶我走？无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哦，我惊你这世人互我耽误着。你莫咧遐水面啊啦！以前吼，我来平价吼，无的确是真正为着你一个人啊。啊，毋过我即摆来平价吼，我为的是立新哦。就算讲我无爱结婚，啊，毋过我有立新这个囡仔，我这世人哦，已经足满足啊。海啊，你莫伫遐徛咧遐讲心讲心啦，你紧甲迄菜吼放在篮仔内底啦，啊，差不多爱去生成轮刀啊啦，吼。啊，紧的啊！哦。食水果。哎呦，阿 Q 啊，实在我真多谢你呢。安尼哦，互你内外拢遮无闲，啊，逐工着搁款3顿来咧互我食。哎呦，真歹势哦。真是牛，人我足介意来食的呢。我看到立新甲静文吼，迄两个囡仔有伴吼，啊，算甲遐尔快乐，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啊。我嘛是看甲足欢喜的。自从恁来做了吼，厝内是加足闹热的哦。真是的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，我搁惊的吼，你嫌我伤吵咧。不会啦。你豆豆啊食啦，我来看两个囡仔。哦，好好。阿 Q 啊，迄查某囡仔哦，实在是足乖哦。就是安尼，我毋则烦恼到要死啊！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踮咧阮皮夹出入入啦，啊外口讲一寡闲仔话啦，
啊，因老母来找我几啊摆啊呢，讲叫我着爱互伊一个交代啦。啊，阿 Q 啊，因老母的意思是，意思是讲，叫阮海啊，甲阿妹看会当离的，来带阿 Q 啊无啦。阿 Q 啊，甲阿海啊意思。阿 Q 啊，对阮海通人知啊，想阿 Q 啊，这查某囡仔是真难得啦。伊啊点点啊做，做到当吼，也毋捌讲到半句话啦。阮即个海啊，想袂开啦。假使阿妹啊，这世人无转来，伊这世人吼，也毋愿放弃啦。伊本来就袂用去放弃啊。阿梅是阿海的某呢。阿 Q 啊，因老母吼，即个要求阿妹足无理的。虽然讲阿 Q 啊，伫恁平家咧出力，互恁足甘心的，毋过阿梅不管安怎讲，嘛是恁平家的新妇啊。恁要来安怎讲，趁讲伊即马人伫咧外地，恁就对伊要求安尼，实在是足无道理的有影。你安尼讲，我哪是有道理啦。也毋过话讲咧，阿 Q 还阁遐尔少年啊，总嘛要为着吼，以后拍算啊，自从伊来平家斗3工了吼，外口讲东讲西，无大吉啦。即摆连媒人都毋敢去因厝甲做亲情咧。即个阿 Q 的青春都要浪费踮咧阮海甲日新仔身上啦。莫怪因老母会着急啊。个人有个人的苦衷啦。阿梅咧，伊敢咧爱要离开恁平家是无？伊嘛是为着阿海啊，甲二生设想呢。伊毋才会孤不离种，就爱离开。伊就会替恁想啊呢，恁还拢无人会替设想哈？阿海啊，若真想要甲阿梅离缘吼，安尼就真想足对不起伊啦。真是的啊！嘿，听起来吼，你话真看念阿梅啊呢。我甲阿梅吼，虽然是无啥母仔囝情分啦，毋过我总是会希望讲看到吼，伊安尼一生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安尼我毋才会较安心。所以我为什么吼要甲赶离开阮林家，叫伊倒转去平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王啊，怎做讲是我拜托你啦，你着替阿梅小想一下，好无？这我知影啦。阿海啊，甲阿梅啊来离缘哦，这是一个错误啦。也毋过吼，我作为人的呢，我都要面对阿 Q 啊因老母，都要面对阿 Q 啊，都要面对阿梅啊，我那真艰苦了。我知影啦，王啊，你都要会记哩哦。阿梅这件代志吼，我毋是咧甲你凊彩讲的。假使你若真想要敢伤害阿梅吼，那安尼今后，咱就全卖往来啦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一海，一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这就是恁家的豆店。这间厝有我真侪过去，嘛有我思念的人。阮阿爸、阮阿爷，还阁有阮阿母。我会记我8岁的时阵，来到恁家，我叫是我是要来恁家做查某囝，想要甲阮阿爸，伊看到我，就一直将我当做伊家己的查某囝共款。阮阿兄，
嘛将我当作是个亲小妹共款咧照顾。还阁有阮阿母，一开始阮阿母无法度接受，是因为经过真侪代志了后，阮阿母不敢接受，顶多搁较疼。我若想到阮阿母，我心肝头就会酸。伊本来是一位高高在上、让人尊敬的先生，想不到短短时间，变化会这么大。我上半暝就是阮你搁遮尔啊关心伊哦？是伊甲你赶出去的呢？我这边转来，最主要是要看伊过得好啊毋好。就算讲伊无满意，阮来当听伊甲我骂过去，安尼我嘛真满足。阿妹呀，你真正就友好的咧。我哪有？我特别害伊遮尔伤心。我特别害伊，安尼侪物件，还阁家一个孤孤单单，踮咧这间厝。好啦好啦，我都陪你入去哦，互伊骂规句啦。阿妹用命，我甲你拜托请，等者你看到你阿母哦，莫甲伊提起春潮的代志呢。我是惊伊哦，伊的脾气若是压起来哦，等者去甲春潮哦抢遐雅运，安尼就害安尼。我知影啦，定咱入来好。哦，这门上乖哦，阿妈的金孙。哦，乖哦，安尼哦。阿母。阿妹。哦，听讲林医师的厝足大足水的，想袂到遮尔大间啦。阿妹啊，阿妹，啊你较早拢住伫咧遮哦？好。阿妹。我敢毋是我咧讲，叫你不准搁倒转来啉咖。你即摆是搁倒转来要创啥？我离开高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拢做思念你。我想要倒来看你过了好无？我过了好无？甲你哪有啥关系？你应该就爱倒转去偏家啦。迄才是你的厝，还有你的翁、你的囝、甲你的大官。你应该就爱倒转去遐才对。我知影，我连要倒转去。阿母，静文好无？好啊，这门真好，是将差伊上骹，永远都袂好。先生娘啊，嘿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啦，我叫做阿青啦，我是阿妹哦，伫咧台北的朋友啦。吼，我洗目睭哦，拢毋捌看过有遮尔大间、遮尔水的厝呢。啊，这阿妹甲我讲的时阵，我讲毋相信呢。我今日亲目睭看到，我才相信讲哦，遮尔水啦。啊，先生娘啊，
你是家己一个人整理，还是讲哦有请人替你整理？哪有可能整理甲这尔舒适、这尔水啦？无影啦，你唔甘嫌啦。啊，台北亲像哦，这遮大间的厝满满是，哪有遐亲像你讲的遐好啦？无喏，真是的啦！我今仔日哦，真正是大开眼界啊啦！你唔甘嫌啦。阿母，安尼我先来走，你家己爱保重吼。先生你哦，叫热啦吼，歹势啦。稍等下。阿青吼，安尼一逝工对台北来到咱遮咧做人客，总无讲人一逝工来到遮无请人啉一杯仔茶咧。你小坐者啦，我来泡一个茶，随好吼。啊，多谢啦，多谢吼。伊个人袂歹啊，都无亲像春流讲的遐尔无讲道理啊。还是讲哦，伊迄百块哦已经消啊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安尼阿妹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叫你阿母哦原谅你啦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母，我来就好啊。你哪里哭了？无安怎，我吼，真久毋捌看到你伫灶骹咧无闲啊！我即摆一个看你安尼吼，我怎样去想到较早，去想到恁肚子，较想到无出。我毋甘你家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日子。阿母，电话转来你的身躯边，我好照顾你。咱阿妹哦，一路遐尼远为台北赶转来，你拢无互伊安尼坐坐啉一下茶，都要赶伊走。伊即马要看家己的后生嘛袂个哦，安尼是安怎？你的良心是毋是去互扣无去啊哈？这是恁兜，阿海是恁翁，日新是恁囝，你就对伊家带落来，看伊啥物人哦，搁来赶出去啦！我要来问你啦，你才是关心了阿海啊，甲阿妹的人。小姐对嘛？我确实哦，想无其他的办法啦，这哦，你就要原谅。阿妹虽然甲我无母仔囝情分，啊，毋过伊总是我一手把请大汉。阮好歹嘛，还阁有一点仔情分伫。你既然哪怕无爱弟兄，我嘛不准你伤害伊啊！你是，我都生，我都气了，你也免大喊，但我哪也袂知影无。阿妹，是我的毋对，假使你也要怨恨，你就怨恨我一个人好了。
了，咱可能无得去见。你家己爱保重。你这阿妹啊，好你这个死老狗，唔知好歹啊你！哎，阿妹啊，等我一下啊，阿妹。苦苦的思念，夜夜在徘徊，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。无聊的言啊话，当作是笑亏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气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。